租金、利息等等一档收入若超过2万块，就要收补偿保费。卫福部表示，会搁加强社会沟通。东北季风又搁变强，风台也瓦近。气象署讲，礼拜开始到后礼拜3拢会落雨，北部甲东部要特别注意。台南市警察局一个交通小队长，互人检举伪造文书甲违反个资法，互顶司甲记代个也函送侦办。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7日中道新闻，我是麦尚莹。先来关心的是，这风声卫福部呢规划修法，亲像租金、利息，也是讲鼓励这的收入，若准一档以来有超过2万块，安尼特别来收补偿保费。昨暗这行政院长倒英台是赶紧打动，也那卫福部也表示讲会加强社会沟通，规划全民拢有共识的改革方式。最近大国企交易量正大，为了要增加健保的财源，卫福部研究要修改《全民健康保险法》第31条，对股利、利息、抑个租金这款收入，一年加起来超过2万，就要抽补偿保费。算公平吧，因为本来就是多的。拿的多，磕的多，这样感觉被课2次税啦。就是因为我们在买的时候就有正交税1次了嘛，然后你现在获利2万块以上又课1次。健保补偿保费改革引起真侪民怨，卫生部长石壮良出入中道临时开记者会说明，补偿保费有3大改变。包括股利、利息加租金所得，即嘛是一笔超过2万才会扣2.11%的补偿保费。最后一寡人就拆单分次入校，以后将会改采取全年结算制，差不多会影响480万人。另外，以后年终绩效抑个专案奖金这款非经常性给付，若超过上计基本工资4倍，也就是114000块，就要来补偿保费，差不多影响200多万人。另外，高所得族群的补偿保费。自即嘛上悬的扣纳金邦1000万提悬到5000万，估计差不多影响1000人。除了推动这个年结算制以外，其实更重要的应该要跟财政及税务单位合作，来强化所得资料的整合以及勾稽，不然量能付费的原则也只会停留在理想。有能力的人可以多帮忙啊，这个弱势，那么多负担一些这个。保费的部分。严过伫石壮良的记者会开煞了7点钟，行政院赶紧法庭。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讲，即马修法的方向抑搁伫咧初步的阶段。杜英台院长已经指示卫福部广泛听取各界意见，暂缓有争议性的规划，用更加周全有共识的改革方式，达成健保制度公平加永续的目标。卫福部也发新闻稿，讲会研究更加周全有共识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好，这回呢，这卫福部宣布要来改革补偿保费，是引起社会真大的争议。行政院虽出手主动来划暂停，赵总良是表示讲，这相关的政策其实内部呢已经讨论真久啊。也毋过伊也坦白讲，公布前呢是要被跨部会来讨论，也就是讲，这法制的作业是要被启动的。媒体的专访的过程才披露出来，那事实上还没有正式进入到我们的法制作业的程序。如果是法制作业的程序，一定会有跨部会的讨论，也一定会有对外的公听会啊，不会是只有这个部长的个人发言而已。所以我想这个只是一个想法，那正式的这个法制作业程序呢，并未启动。而且赵总良呢，伊是强调讲，政策的重点就是为着健保的财务，因为健保是袂当倒的，所以希望会当发挥健保的精神。也若媒体问讲，敢会烦恼家己的肝咧？这赵总良呢，伊是强调讲，气也是流，毋是即卖的焦点，伊只是想要甲代志做好尔尔。来看这粒轻度风台海鸥呢，是扫去到越南，甲人耍断甲真忝。当地呢，真10万人赶紧疏开，要上百个航班来取消。进前伫菲律宾，这个海鸥呢，就已经造成114个人死亡。即马新的风台凤凰又搁要挖进啊，当地政府也密切来关注。越南甲内省这间饭店的玻璃窗仔门规拢破去，风一直灌入来，咻咻叫。海鸥风台吹落下到登陆越南的中部沿海，上大风速1点钟149公里，厝顶管予伊掀开，树仔、电火条仔予伊拗拗断，一个10公尺悬的大影。
là nó rất cao nhưng hồi giờ là chưa bao giờ thấy này thấy。當局甲六座機場關起來，國內省超過26萬人撤離。海洋航太是今年侵襲越南的第13個航太，威力正強。政府部署超過26萬8千位士兵台兵，經過地勢較低所在會做淡水，農作物會受影響，尤其是中部高原的主要嘉比山區。海洋航太侵襲越南進程已經對菲律賓造成嚴重的傷害，上百人死亡，國家進入災難狀態。Na may potensyal na maging mas malakas pa itong natin na pangalanan na UWAN. And so we are also preparing for that. 蘇武市附近的日落安定，在大水消退了，發現幾多10具屍體，厝頂外被掀開，車回車架攏貼做伙，落的4月攏是糞掃廢棄物。當局講救援行動抑個物資的分配，因為路未相通，無法度送到位。這麼上重要的是先清廢棄物，找可能抑個活掉的人，也好救援物資趕緊入去災區。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輯。最新的消息來關心的是，今仔日開始呢，就會使台豬拍賣啊。這雲林肉品市場是表示講，因今仔日有來管控。這豬仔拍賣數量是2650隻，這個數字呢是平英國猶閣加1成左右。即馬1公斤是差不多賣到99塊6。預計未來3個月內，這雲林縣內這陣馬無賣去的3萬隻的這豬仔，攏會當加賣煞。經過15公斤度價豬仔的防疫，初7早起8點40分，雲林肉品市場正式擱再拍賣豬仔。第一隻豬重量132公斤，每公斤99塊6拍賣出去。99.6塊每公斤，那看起來價格還是跟我們10月22號疫情爆發之前來相比較的話，也是相對的穩定。那也感謝豬農豬農朋友能夠很秩序的出豬。中華溪湖肉品市場為了刺激豬仔買去，若買前10隻拍賣豬仔，就會當得到紅包。就分上下2場嘛，第一場早上到前面石頭買的石頭送給他。豬仔這民生問題大家攏同款啦。一般住戶10外天無豬肉，嘛是感覺怪怪啊。台中傳統市場這個肉店完成消毒，不過初7敢會當買到冷凍豬肉，消費者期待溫體豬肉重新上市。我就休困啊。即擺豬肉會當開始抬啊咧，當時當。明仔載。疫情的部分的話，只要有控制的話，有釋出也是會去想要購買。雲林肉品市場講，經過半個月無拍賣豬仔，每一隻重量增加5至10公斤。初7早起過拍賣了後，價錢也算平穩。冷凍廠買豬肉每公斤92塊以上，傳統市場買豬肉每公斤95塊以上。預測會用3個月時間，逐天的拍賣量會增加1成，攏總2600隻，來消化因為疫情影響無交易的3萬隻豬。公司新聞採訪報道。好，即馬已經開放台豬拍賣啊！佇台東呢，是有豬農一透早就甲豬仔載去到市場，也毋過目前這台東縣呢，因的自主防疫是維持到11月26，也就是講這外縣市的豬仔是袂當運去到台東來賣。台東縣前飯店街就小連續去市豬場載豬，按算要載297隻豬去肉品市場拍賣，市豬的農民嘛毋敢大意。在豬仔的車一個賽入來，就要先消毒，確保運送的過程當中，豬仔袂去劃到。我們先過石灰嘛，石灰過完就消毒。縣府在疫情發生了後，就宣布加強防疫。雖然全國東部宣布解禁，不過台東縣要是依期在26進前禁止外縣市的豬仔載入來。它最主要的目的是避免外縣市的豬有感染的病菌，然後進入我們的拍賣市場，然後交叉感染，影響到我們其他的一個豬農。台東市的中央市場大部分的肉店要是無做生意，敢若少數幾個單咧賣冷凍豬肉，愛甲初八才有現台通好賣。不過，即馬已經出現預期起價的心理，反而甲消費者攏希望價錢會當維持穩定。嘛唔通習慣呢，嘛就愛較新鮮呢。你價位太高的話，沒辦法，客人沒辦法接受啊。台東縣豬肉公會表示，縣府禁止外縣市的豬載入來，袂影響縣內豬肉的供應。目前台東縣市的豬有夠應付縣內市場的需求，也若計數的部分，愛看這2天全國拍賣計數來決定。記者綜合報道。
为着预防这非洲猪这疫情，即马犹阁是禁止用喷来饲猪的。也毋过伫新北市呢，这市政府所查到伫那口有一个业者，有2大饲猪场竟然是用这无做过的喷来饲猪啊！市政府已经通报中央，嘛甲业者重罚206万。这东西还在车上啊！如果你这么不配，没关系。如果你再继续这样，因为大家都已经知道你这场这样的状况了，你觉得我会无聊的这时候来查吗？稽查人员发现怪怪，验过饲猪场的人讲因无违反规定。新北市动保处找人稽查南口饲猪场用喷饲猪的情形。透早4点外发现有载喷的车停伫咧饲猪场外口，车顶28个桶啊，每一个挂落来掀开看，内面就是喷。伫咧边仔的炊猪槽内面也装无做过喷，加4桶动物性喷油。稽查人员讲，看起来至少有100桶的量。他就比较年轻了，没有，你不要跟他去。没有，他这样是把公务员当笨蛋，不是年轻。没有啦。饲猪场承认喷加饲料无做过就饲猪。稽查小组讲，这2个饲猪场是共一个业者经营，2间小瓦，总共饲1700只猪，用共一套炊猪设备。业者违反防疫规定，用无做过喷饲猪。依法相当会当罚206万。禁止这些违反规定去做喂食的这些厨余厂、厨余的养猪户禁止他的猪只移动，不准上市。同时，我们过往在厨余养猪的时候有做饲料的补贴。那我们在今天的中央民中心也决议我们对于违法的人绝对不宽待，然后同时对于给予补助的这些饲料的，还有一些油脂补贴，我们一律不予补助。非洲猪只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强调，除了也无做到落实查核，即是监控，法规完备3大条件进前，未开放用喷饲猪。这么全国正努力伫咧防疫时阵，不准少数的饲猪户违反规定，造成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市警察局一个交通的小队长呢，是互人检举伊私底下甲这车祸吊伤的案件，改做是一般小客的事故，而且呢，伊佫利用这系统去调民众的个资。目前这个小队长互顶司甲记大个，袂当佫在做主管，也那专案也函送地检署侦办。国民党警方甲消防人员联手处理车祸现场，今摆迫出台南市某分局一个交通分队前小队长，今年3月违规用警政系统查交通事故资料，甚至大主大意改事故案例。警方主动稽查，发觉有问题，经过督察室调查，有这件代志，消息传出来，民众质疑，安尼可以使相信上。身为警方在做篡改这件事情，我们身为民众，我会觉得这件事情怎么可能会发生？警察是属于正当的机关，应该是我们民众最相信的一个机关啊。那可是他们却做出这样的事，那这样的话，我们未来还要相信谁？经过了解，台南国局处逐个月开道案汇报，针对交通改善来检讨。这个小队长甲 A2 事故，也就是车祸有人员受伤，改成 A3，干那车辆也是载物损害。另外，伊嘛透过系统查上百笔的交通事故资料，引起基层警员不满，烦恼连带有法律责任。3个警员向督察单位检举，经过初步调查，案件关系到伪造文书甲违反个资法，唔那将因处分，嘛已经函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该名小队长未透过正常申请程序及受托查询交通事故资料，以及涉嫌透过交通事故案件审核，未依规定擅自变更部分事故案类。该员行政存储部分依规定可予记大过处分，并改调非主管职务及调整服务地区。台南市警察局强调，会配合警方提供所有查询的记录甲相关的资料，全面厘清责任。后续原来强化内部稽查甲通报机制，防止这款情形搁发生。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再来关心这高雄大树河山的第1期供电厂呢，已经完工，也毋过目前还未摕到送电的执照。即马现场呢是有真侪这鸡仔去挡着农民做事的骹路，有农民讲这是互因真头疼。也那厂商是表示讲，其实这农路呢就是私人地，也毋过若准地方有反映，安尼因嘛愿意顺民意来甲伊拆掉。尽量地方有什么要求，我们就尽量达成。
手上派人摕工具，甲挡着路的供电棒架一搭一搭挂落来，用线梁啊接去边仔囥。大树河山供电场的一期工程已经完工真久，因为供电棒起甲规山坪，就连农民出入做事的路也甲砍过去。民众讲，进前环境有来处理，不过厂商煞干那拆供电棒，规个架甲条啊拢也定掉咧。后礼拜有风台要来，因才拜托市府进来斗3工。咱将心比心啊，吼！你若准即抓对无？你后壁是你的园，你才敢要用搭过？这道路是私人土地内底的路啦，啊，市政府嘛有认证过，讲这毋是基层道路，嘛毋是迄个产业道路，但是为着地方的和谐，我嘛是配合来拆除掉。福建东条的路大约20公尺长，有10个机架爱拆。施工人员讲，今仔日会完成拆除。另外，针对一期工程的路边，规条路拢是拆落来供电棒甲施工材料，地方环境会影响出入安全。市府表示，已经要求厂商1礼拜内爱完成改善。本局要求厂商应于1周内将施工材料完成清运或者放置于合法管理设施用地。除了拆架以外，厂商嘛刷甲路边的供电棒甲材料刷去合法的所在囥。厂商讲，其实农路是私人地，因搭架是合法施工，不离个地方有意见，因也顺便去拆掉，卖个有事尾。对此民众表示，因毋望厂商会当甲地方加参详，减少双方的误解。记者邝家如顾朝阳高雄场报道。新北市那一间工厂呢，昨时来发生火灾，加在是无人受伤。要毋过因为这现场乌烟是安尼直直呛悬，附近的江园国小是赶紧停课，有500多个师生是特地到附近的公园去。新北消防队员初六早起齐步去树林区江园街导火铁工厂牛水线拍火，啊，毋过真侪乌火烟一直冲出来，为高速公路都看得到，就连附近的学区甲居民也拢闻到火烟的臭味，大家拢赶紧把嘴暗挂起来。我们大家都跑出来看，然后整个天都是黑的，就开始浓烟就出来了。TPU 工厂它里面是有放这个成衣的产品，那还有一个是做船的一个工厂，那所以里面有大量的火载量，所以会产生比较大的浓烟。这场大火烧2间工厂，面积差不多1400平方公尺，好佳在无人受伤掉入内底。火灾发生当时，附近的江园国小拄好期中考，学校第一时间赶紧停课应变，加500多个师生特地去附近万平公园，再搁通知家长接到转去。若是家长无法度及时来学校，就由老师照顾到家长来。我就来带囡仔讲遐迄个火烧啊，那烦恼啊，孙的讲啊，唔知伫遐唔知安怎无。刚好11点10分是我们考试结束的时候，那因此我们在2分钟之内立刻决定我们紧急疏散。新北市教育局是讲，火灾发生当时已经有通知树林三甲延国区各级学校暂停课外活动，家长们关起来开空调，当时发放翠暗予师生。火烟影响到的江园国小，因为考虑还有火烟，所以决定初7、拜5老师正常上班来学校整理环境，学生是放假1天，该到后礼拜2早起再进行期中考。火灾当下的时候，地中污染物 PM2.5 跟 PM10 有偏高的一个趋势。火灾持续在扑灭的状况之下，目前 PM2.5 跟 PM10 的趋势已经有开始逐步做一个往下。好佳在这个火灾第1点外钟来就拍花，火烟慢慢散去，有关导火原因也有待调查。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这消息，咱要先带大家做回来关心的，就是这美国历史上头一个众议院的查某议长佩洛西已经宣布袂搁再竞选连任，这也代表伊38档的政治生活到明年1月就要来结束退休啊。也那佩洛西呢，伊是发布6分钟的个别影片，除了看到伊伫北京天安门广场来声援中国的民主以外，也看到伫2002年伊来到台湾的时，互咱台湾总统府甲颁勋章的画面。Thank you, San Francisco, for trusting me to be your voice in Congress. May God bless you, and may God bles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85岁佩洛西初六用将近6分钟长的个别影片，向服务38年旧金山选区民众宣布，这一届任期结束了，伊被告竞选连任。这位民主党阵营的铁牛仔是美国史上第一位众议院女议长。在4任总统内底，伊做2任的议长，在众议院内底领导民主党议员20年。I mean, truly a history-making speaker, but also a very, very effective one at a challenging time, and the body will miss her.
佩洛西推动的法案有乌基健保气候变迁立法加基础建设专项，各两败主导对川普国会弹劾案，前2日加州进行的特别选举。选区中会50号提案公投，佩洛西也是重要的幕后推手。2019年，川普伫国会发表国情咨文，佩洛西伫后边抓到演讲稿的支持部，佮正做美国政党政治走向两极化、最会不容的经典画面。Nancy Pelosi's retiring. I think she's an able woman. I'm glad she's retiring. I think she did the country a great service by retiring. 旧金山选区欢迎选民真多，美中台两岸关系基地也常常因看到佩洛西的身影。2091年，伊伫北京天安门广场举布条，相反中国民主运动甲2012年访问台湾伫总统府得到特种大綬庆勋勋章，授勋的历史画面拢出现伫伊个个别影片内底。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再来看另外一个女性，这是墨西哥的总统，伊去参加活动，甲支持者咧搬烂的时阵，结果竟然互一个不输鬼甲卡来手来，甚至搁要甲针。目前这个总统已经对这个乌白来的查甫人提起刑事诉讼，伊嘛呼吁伫咧女性面对这款状况的时阵，绝对袂当放伊煞。墨西哥总统63岁宣保姆当含支持者在开讲，一个啉酒醉的查甫人对后壁挖过去，先是揽伊的肩胛头，再搁浸宣保姆的颔棍，而且用另外一只手去吸伊的胸坎。啉酒醉的查甫人互随后制止了后，就互警方逮捕啊。宣保姆嘛，伫个过当的记者会顶悬表示讲，已经对这个查甫人提出刑事的诉讼。Y no repito, no es un asunto de ser la presidenta, aunque si eso le pasa a la presidenta caminando por la calle, pues que no le pasa a otras jóvenes, mujeres. Entonces no podemos dejarlo pasar como si hubiera sido cualquier cosa. Entonces sí presenté la denuncia. 宣保姆讲，伫伊12岁坐大众交通工具的时阵，嘛拄过亲像这种骚扰。做一个总统，伊认为讲，伊对所有的女性拢有责任，呼吁墨西哥所有州拢甲性骚扰和骗术的行为定做刑事犯罪。当地妇女组织指出讲，对这个案件会当看出墨西哥的大查甫人主义是有够严重。伫这种社会之下，互墨西哥的男性认为讲，伊会当凊彩骚扰女性，甚至是总统。Es algo muy común y creo que debe dejar de normalizarse. Hay que hacer la denuncia de que esto no está bien. 对这摆的事件，会当看出美国的总统维安是出现真大的破口。宣保姆维安的随后嘛受到真侪批评。宣保姆出去的时阵，做法是尽量减少安全措施，而且常常和民众在互动。伊伫记者会顶悬表示讲，目前无打算改变这个做法。除了总统洪骚扰，前几天嘛有市长伫个亡灵节的庆祝活动内面，互庆祝近期离开枪死亡，互大家更较广泛讨论政治人物的安全问题。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有一个罗西亚的兵仔呢，因为枪杀乌克兰的政府，结果互乌克兰甲判关一世人，这也是英国内类似事件审判的头一个。看这俄乌战争拍到呾，其实已经要4冬的时间啊。即摆也来出现一寡女性，伊是专门找兵仔要来结婚，就是为着要等翁婿死去，通好继承遗产。Володимировича визнати винуватим у вчиненні кримінального правопорушення, передбаченого частиною 2 статті 438 Кримінального кодексу України та призначити йому покарання у виді довічного позбавлення волі. 27岁러시아士兵库拉绍夫伫乌克兰东南部都市扎波罗热法院被判终身监禁，这是这类判决的第一例，因为伊伫2004年1月7日伫扎波罗热地区一个川仔附近杀害一个乌克兰战俘，伊因为窃盗罪伫加甲服刑，2013年11月甲러시아国防部签约服刑换减刑。啊，毋过伫2014年一场攻击内底，近距离射杀已经投降的乌克兰士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切了强调，伫完成顺时顿的刺客甲第聂伯罗的前线作战部队了后，将会增加对前线部队的资金和援助。Ми будемо збільшувати фінансування бригадам, будемо збільшувати фінансування корпусам, які на першій лінії. 让瑞典甲乌克兰切了签署一份国防创新意向书，包含伫乌克兰设一个联合中心。Sweden sees it as possible to deliver Gripen Echo warfighter aircraft within the requested timeline that the Ukrainians have asked us for. 러시아最近出现一批叫做乌寡妇女性专门甲士兵结婚，但对方阵亡继承遗产，领高达5到600万台票抚恤金。国会议员批评这女性是侮辱英雄的恶魔，主张爱立法严厉处罚。暗过高额做兵奖金甲抚恤金，早伫러시아引起家属之间的争夺甲纠纷。
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来看国内即马普发现金已经起行，这新德市呢是会阁加分5000块，准备后个月伫个议会通过，伫个明年2月时阵就会当来发放。也毋过最近在网络顶头所传出讲，这条钱呢，这发放的对象有可能是排除好野人甲军公教，市政府是出面来驳回，讲这拢是假消息。新德市进前因应美国关税政策的冲击，拍算编预算，要发予市民一人5000块现金。议会把准备伫12月会通过，上紧伫明年2月就开始发。不过最近网络顶传出，市府会针对发放的对象增加排付条款，佮要甲军公教排除在外。市府赶紧出面澄清，讲这是假消息。近期有谣言指称，主市府规划在明年发放的消费金有排付条款，以及排除军公教。新竹市政府已经严正澄清，再次重申，规划在明年发放的消费金无排付、无排除军公教。新德市是全台湾第一个宣布要发现金予民众的县市，就是新德市民除了有中央的1万块，计当加领5000块。有市民讲，家己足幸福的，摆好运用这加出来15000块。像这15000块吼，像阮这种买菜人会使摕来买较济鱼啊，买较济肉吼啊，牛排嘛会使买，啊，搁买较济菜，算讲加菜啦嘛，袂歹。政府有发1万块，然后新竹市又发5000块，那我们家刚好4个人，加起来6万块。如果比较大型的家具要换的话，譬如说我就想买一台冰箱，一起用还蛮好用的。市府指出，只要伫今年9月30进前户口伫新德市的民众，拢会当领这5000块，其中65岁以上的时代会直接伫口座，其他是透过 APP， 也是直接到银行领，总人数大约会超过45万人。记者杜君和新德报道。伟大公司的台湾总部已经确定要设伫个北树科的 T17甲18。台北市政府甲新光人寿这解约的协议是预计后礼拜就会当有结果。这个台新新光金控的总经理林维俊，伊是表示讲，目前这沟通呢是拢顺时，伊嘛真希望会当见到黄玲芬。另外，这辉达公司敢会伫个台北来设分公司呢？市长蒋万安是讲，相信辉达等咧研究。辉达的海外总部确定要设伫北树科 T17、T18基地，新光人寿和台北市政府的分手费确定是44.7亿。市场关心签约的进度，新寿母公司台新新光金讲一切顺利，上紧后礼拜会有结果。辉达会留伫台北。还有一些程序要走，比如说会计师要来确认，那董事会要通过，应该下个礼拜我们就一步一步的走了哈。目前都很顺利，从来没有想要从台北市民、中华民国的国民纳税人这边拿到任何1毛钱。黄仁勋今天最快就有可能来台湾，那我们这边有没有可能会想说借契约跟他见面来？没有了，有机会见面是很好，但是我不确定他的行程。等解约注销地上权了，北市府会用专案设定地上权予辉达。不过市长今晚咱讲，希望辉达会当用一定的资本额伫台北设子公司，袂当用新加坡也是维京群岛的分公司来市政府签约。站在台北市的立场，我们当然希望他可以选择设立在台北的分公司。我想，不管对于整体产业。税收能够带动的这个全面的提升，我想这个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他们审慎的评估。那我想辉达他目前也正在研议当中。辉达执行长黄玲芬初八会去新竹参加今年大港大厂台积电的运动会，和创办人张忠谋作为翕相。另外，外口风声讲，辉达会当定案，是因为张忠谋和宏基的施金荣两个党的劝税新秀再当成功。对此，台新新光金表示讲不知情，并无正面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即马非洲地这疫情是还未收煞，台中市政府是来进行专案报告，罗秀燕搁再来回实的，也毋过疫情的机关是要求退回这个报告。因为这按照第3届采检的结果呢，是显示讲，还阁有3大是验到阳性的。台中市农业局是表示讲，验到阳性并无代表就是有毒，这监控是会持续来加强。因为后手这喷处理的部分呢，环保局是表示讲，目前这分化处理的量能是还阁会使来应用，也毋过。若阵这禁止喷的时间，搁再扣长，安尼就必须甲中央来建议搁较适合的处理方式。大家辛苦了，让大家担心，我们觉得非常的不好意思，所以秀燕在这个地方先向大家鞠躬致歉。
台中市长罗秀燕初10早起去市议会做非洲 DJ 专案报告，搁一届甲大家行咧会室咧。不过刘阳议员煞个大声喷，要求退回报告。你根本就是存心一开始你就要欺骗市民，就要欺骗议会，像这样的报告退回啦，请你重编。刘阳这个报告的数字甲要调无确实，要求都要退转去市府。因为南也认为相关的政策中央嘛有改进的空间。市府讲国内并无新增加其他非洲DJ确诊的病例，相关的禁令嘛小连续解除。不过市府做了无周知的所在，要是会检讨，嘛强调会继续加强消毒甲按场的管控。因为农业部11月初5做第3届的采检，其中有3搭要是验出非洲DJ的病毒核酸是阳性。台中市农业局强调讲，这并无代表有毒性。就是这个阳性是不是代表病毒还有活性？这个还要请这个兽医研究所再做好好的研究跟检测。因为按场敢是要继续饲猪，农业局讲，饲猪场虽然是私人的财产，不过也是按照中央的指示办理。另外处理喷的部分，环保局讲目前也是依次全部用焚化炉烧掉的方式处理。目前我们还有办法指引来处理现阶段的那个厨余，但是后续如果禁止养猪的一个时间比较长的话，我们还是需要有一套比较完整的一个处理方案。环保局强调讲，目前台中市每一天会产生差不多250吨的喷，拢有法度全部处理掉。不过禁止用喷饲猪的这个政策，若要持续落去，就要甲中央讨论其他会当处理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在画面哦，伫咧台中有一个师傅呢，伊伫咧安冷气的时阵，结果对18楼跋落去到2楼，落尾不幸死亡。这电器商业工会呢是徛出来认为讲，这台湾的大楼拢无留空间给师傅来作业，唔才会发生这款的悲剧。所以因是来呼吁，应该着爱守法，保障因的安全。装一个铁架啊，就开始坐伫高楼安冷气。穿蓝衫的这位师傅搁较勇，骹步一踏叉，连面就摔落去。几工前11月初1，台中有一位54岁冷气师傅，对18楼摔落去2楼，当场死亡。也捌伫咧港栋大楼24楼做事的冷气师傅，收起来管他心惊惊。有可能是要搬运设备，因为那个搬运设备如果没有架那个防护网的话，你要搬其实不怎么的好搬。因为那个你机器一台大概都60几公斤，我的建议是说，那个下面最好是做那个铁网。台湾不管是旧厝或者是新厝，真侪大楼拢无留空间予冷气师傅作业。根据劳动部的统计，对民国109年到今，台湾安冷气维修通报一载案件，拢总有65件，当中有47人死亡，大部分拢是对厝顶挂墙和露台摔落来。电器商业工会希望政府爱重视劳工的安全，爱规定大楼爱留空间，予师傅有所在通徛。若无一台冷气40公斤到100公斤拢有，徛伫20几楼安冷气，真正是用命咧做。旧的建筑物会当迄个管理委员会迄边会当互阮到替汤，还是讲安全的栅栏啊？伫新的建筑物是毋是讲伫画图深度的时阵，就把这个安全的空间留出来？我们在112年9月有一个解释函，好，那它是规定说，这个装设这个冷气维修的护栏不是所谓的《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第8条的所谓的那个铁铝窗，所以它是可以装的。根据公寓大楼的管理条例，若是为着安全考量，民众会当设一个抗冷气的铁架啊，除了预防冷气落来，也会当予师傅有所在通徛。内政部指出，根据规定，社区袂当拒绝施工防护的装置。也若劳动部是回应，治安署有委托协会研究相关的作业指引，来维护劳工的安全。记者陈选王志光台北报道。宜兰的壮围甲五月，伫11月开始呢，就是掠麻仔的季节。也毋过因为前一阵仔受到风台影响，这海墘仔呢全部拢是水流茶甲粪扫，是影响到渔民的作业。即马县政府呢已经开始咧拼，预计要清刷，还阁需要1礼拜的时间。宜兰沿海的海沙坡全是水流茶甲粪扫。这拢是前一阵仔风台和东北季风强破效应的大水雨影响，溪水甲山区的水流茶甲粪扫冲来海口的沙坡顶。
怪手直直咧清运，因为早个就是满载季，真侪讨海人伫海沙坡大埔旁，半暝就落海掠满载。毋过有讨海人伫投工，即寡水流差甲粪扫严重影响因的作业。暗暝看无清楚，落海的时候唔会去刮到，鱼网嘛有可能会去互刮破。我们下海会不会可能卡到网子啊什么？会偶尔会偶尔会。对啊，那个还是清掉比较好啦。对对对。有啦，就无边出去袂刮到，迄样时啊漂流啊，或者踢到会刮到。后礼拜恐惊有风台来影响气候，县政府目前的清除作业有过过一礼拜才当清完，有一寡讨海人心内真不安。希望讲伫10天内当甲做一个适度的清理啊，互咱伫这个掠满期啊，互咱这乡亲大家当顺利来做一个掠满咧。那大概一些重点的地点的部分，我们会尽快把它处理完成。那还给这个海岸一个干净的环境，这样。县政府讲，31就有去整理沿海海岸，已经先甲重点的区域整理好势，会赶紧作业，希望尽速甲海岸拼清气，方便渔民的作业。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内一间医疗科技的公司呢，互内帮为菲律宾的移工呢，甲指控，讲因这工会做好势了后，结果煞互公司甲因打压，毋但是对外籍移工有真侪规定，也有无合理的要求。也那劳动部是表示讲会随去甲调查，若准真正有不当对待的状况，就会依法来甲处理。因是菲律宾籍的外籍移工，伫台湾相关团体陪伴之下，初次早起伫劳动部头前抗议，因控诉工作科技公司有真侪项工作规定，比如住伫宿舍爱上传相片点名顶，若无照做对处罚。每一个人要上传他们的照片给他们的宿舍的管理员，如果没有在限定期间内上传，就会被记点，就会被记警告。女生只要怀孕，立即遣返。劳动党有安排这么多明显违法的规定。The punishment must stop. The control must stop. The intimidation must stop. The illegal fees must stop. The union busting must stop. 移工出面控诉公司除了有薪歧视，可能被遣返，也有罚钱，才会造成强迫劳动行为。过来是打压工会，要求移工退出工会，将对工会干部不续聘就处打压。工会国员引进移工爱交中介费，工会提出几大诉求，希望劳动部应保障劳工劳动三权。公司也爱遵守法律，停止打压工会，同时推行会员劳动服务加班费。对指控甲这个进程还未得到科技公司回应，劳动部是派人接移工的定情书，会立即交查，就是说各地方的劳政主管机关去查明。那如果说确实查有这样一个不当的对待的行为啊，那我们也会要求立即停止，然后并做依法采取。移工表示，这间科技公司伫欧美真侪国家拢有子公司，不过对移工管理煞正粗暴，希望资方应重视移工的诉求进行改善。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一则意外的消息，这是昨下晡伫屏东呢，有一台要去垦丁佚佗的电动车，伊是弄到一台南仔空车的后斗，搁去弄到头前咧等红灯的奥多拜，包括这电动车驾驶呢已经不幸死亡，也那车顶3个人，也有奥多拜2个大人甲2个囡仔，拢总有7个人拢是轻重伤，送病院治疗。一台南仔空车经过恒春台26线，过无几秒，一只电动车对后面高速劈过。电动车闪无过，先弄到南仔空车的后斗，失去控制，规个对路边等红灯的奥多麦搁弄去。对另一个角度看，等红灯的民众想要闪煞袂赴，互电动车扫着。奥多麦2个大人、2个囡仔小在受伤，2个大人伤势严重。电动车面顶4个人，驾驶死亡，驾驶的太太和车顶2个囡仔嘛受伤。就有人飙车，然后这台车刚好要右转，然后就直接追尾撞到后面。汽车吗？汽车。它的轮框在那里啊。事故现场，电动车和机车规个弄甲密密麻麻。这件车祸发生伫初6下晡晚5点左右，姓李26岁查甫人，租电动车载太太囡仔，准备要去垦丁佚佗过生日，驶到恒春，唔知影原因愈驶愈紧，发生意外。姓李的查甫人送病院了后死亡，太太因为无下安全带，摔出车外，2名囡仔拢送病院检查。
我对他的生活状况不是很了解，就是他出来，他也都不太会跟我讲他要干嘛。家属表示，死者平常出门袂特别交代要去倒，就讲要去佚佗尔，想袂到煞发生事故身亡。目前伊大体囥伫枋寮殡仪馆，等待检察官烧验，调查车祸发生的原因。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伫台湾拢咧推动这月经平权议题的倡议者林薇，伊原本是受到邀请去参加这联合国世界社会发展峰会，也毋过呢伫现场所互人要求爱换国籍，落尾就连参加的资格拢互人甲取消。咱外交部是回应讲，其实这联合国呢长期以来拢是拒绝替台湾号召的人，这已经严重侵犯着基本的人权，所以会找咱的国际友伴去协助沟通甲改正。This is an open letter to Dr. Tedros. 麦因为发表后 WHO 秘书长的公开批引起关心，长期伫台湾推动月经平权的议题，创新非营利组织小红帽的林薇，本来互人邀请去参加咱30年伫卡达举办的世界社会发展峰会，不过联合国秘书长却要求伊爱改换国籍，到尾因为安尼无法度参加。一起让台湾成为一个月经平权的国家。林薇大文指出，回批互伊的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人员的姓名是用华语拼音，而且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峰会发表演讲，质疑台湾人无法度参加，是因为中国的政治打压。外交部抗议联合国体系长期拒绝替中华民国号召民众进入联合国参访，也甲出席相关会议，严重侵犯国人参加国际事务的基本人权。外交部将持续透过各种管道尽洽争取，也要呼吁联合国力抗中国蛮横压力，落实联合国宪章揭示的维护全人类平等权利的宗旨，尽速改正对我国人不当的歧视待遇。另外，马绍尔巴拉圭会期的驻联合国常任代表车三来台湾6天，会晤副总统萧美琴、外交部长林佳龙、甲立法院长韩国瑜。其中会期毋是咱的邦交国，不过会期上台塔拉一年大赛，伊讲，即届有助了解甲熟悉台湾，未来也持续推上两国关系提升，引起中国的不满。如果有出现跟非邦交国的一些来往，甚至是公开的，我觉得这就是现在的趋势啊。好，那现在世界越来越重视台湾，我们现在就是跟世界各地各国都有越来越正常的来往。外交部处长吴志忠讲，外交部真重视甲非邦交国的交流，各国甲台湾正常交流是趋势，无需要想伤济。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这到底是咧变啥物步咧？有一个中国人呢，伊是坐小三通来到金门，不过伊煞举一支旗仔，顶头甲这台湾甲中国的国旗拢甲印做伙，甚至阁亲门大户去到咱的金门县府来分这两岸统一的宣传单。移民署调查认定伊是违反着两岸条例，甲伊赶出境，2天内不准来台湾。光一面是中华民国国旗，一面是中国五星旗的旗仔。这个中国籍姓罗的查甫人，七日早起，真大班的行入去金门县政府的大门，佮开始等真济统一台湾的传单，造成民众的议论。随即有警方带回警讯。从那个马路上先撒了一次，然后直接走进来，去那个前厅的大门口也撒了一次。移民署调查了后，确定伊用旅游的名义经由小三通到金门，伊煞做甲入境许可无共的活动，所以照2项条例送伊出境。大陆台独两个和平统一。有4个移民署人员陪伴伊去坐船，伊半路姓罗的查甫人，佫一直放声话，讲号做伊是和平统一的推动者。移民署讲，会依法管制伊2年袂使过来台湾。厘清如来台之动机及目的。如然嫌为从事与区隔目的不符的活动，查一下说这位卢姓男子他是不是有邀请单位？因为陆客来台很多，他背后都是有邀请单位，我们会请邀请单位说明，必要的时候，我们对邀请单位也要有一定的裁罚。另外，这阵网络流传真侪统战的 App， 进前中国网友推出几家 App 了后，台北市员阁发现一款台湾刀型网页 App， 会当邀请朋友，也可会当透过微信捐钱，引起质疑。
很有可能是为了要骗取民众的个资，以供后续作为一些非法的利用。那同时也不排除可能是想要在台湾发展组织，作为吸纳成员的一种手法，产生纷扰的一种认知作战。刘委会指出，这种 App 好亲像是为了诈骗民众的个资，而且警察调查机关去了解相关的手法，是不是有牵涉到诈欺危害防治条例，也甲国安法法典组织罪这的罪责严格查办。记者采访报道。阿里山林铁按算明年6月的时阵，要来推出新的列车心理号。这2个月以来，这林铁呢是对家己的北门到德家已经完成3届的试车，现场嘛请真侪人来甲翕相。阿里山林铁新的火车心理号豆豆驶入来车站了后，等要翕相的民众把握机会，赶紧用镜头记录落来。为了要测试新车的性能，林铁伫北门车站甲德家车站之间的试车，就请一寡家己火车的民众专工伫遮等要看新车，还蛮难得。就林铁自从经历了很久一段时间的停驶之后，这几年陆续营业，那有陆续采购新车，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方向。这台新理号是阿里山林铁为了要发展观光列车所打造的高阶车种。今年8月的时阵，才运到家己车库园区。10月到11月，新理号已经试车3届。林铁文字处表示，3届试车顺利完成，有记录相关的资料，方便进行调整的工作。测试过程顺利，而且同步记录各项运行数据，据以调整及优化相关系统。预计在115年3月。完成各项功能测试及嘉义到阿里山区间之试运转作业。林铁文字处指出，为了配合阿里山铁路的原来挖气，新理号除了有动力较强的新引擎，车内设备甲空间嘛拢有做更较好的规划甲设计。按算明年6月底前，会通报交通部核准营运，到时阵会来服务家己到阿里山这条路线。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唔知影观众朋友若准看到草仔粿这3年到底是读台语也是华语咧？有网友是认为讲，真侪台湾的好食面呢，其实伊本地就是用台语咧号名，亲像草仔粿、麦仔地，也是讲这蚵仔煎等等。有学者是表示讲，其实这广东话甲日本话拢有汉字，也毋过伫咧台湾哦，真侪人看到这汉字，也是较惯习用华语落去思考。红菇粿、东阿米糕，还有即份蚵仔煎。啊，若即寡台湾的好食面，你是用台语来讲，也是用华语咧？最近伫网络顶，真侪人咧讨论，看到草仔粿这3字应该安怎念才对？有人会用华语读，但是也有人认为讲台湾即寡小食一定要用台语来读，较有台湾的气口。亲像草仔粿、麦仔茶、蚵仔煎、挂包、东阿米糕、红菇粿等等。讲是安怎？有人感觉讲即款物件爱用台语来讲较有气口吼。啊，啥物是气口？就是讲听起来才感觉讲。就是这个物件，就是因为这款物件本来就是咧台湾话的文化、甲台湾话的环境发展出来啊，所以看到“粿”这字，你用中文去念“粿”，是不是足奇怪？老实讲，真侪所在拢有汉字，亲像广东话、日本话，但是即马台湾人有真侪人看到汉字，就惯势用华语落去思考，敢若想着讲用华语来读，这和华语伫台湾受过强势有关系。有客家族群也表示，客语嘛拄着同款的问题。像迄讲摕外人个片，就外人乡下个片，迄讲即家的母语加点存的方式，摕加个片一天迄天的，一天迄糖的是的，毋过摕萝卜的话就无一天的，就变成讲一天会讲华语。故说就习惯方就会安尼讲即家熟识的，像面扒饭啊、米奇木安尼。亲像伫客语内面，草仔粿就号做硬饭，麻糍就号做糍粑的，肉粽就号做粽的。伊也表示，面对华语的强势，就敢若剩伫咧客家庄头，才有机会讲出这事物的名。伊也毋茫讲，若是讲食客家的小食，会当用客语来点菜，会搁较亲切。记者陈亚轩、林秀凯台北报道。来看美国一个真出名的趋势，度假村呢，今年是为着要减少碳排放，所以放弃用这除草机，改用洋仔来解决杂草的问题。你遮看过去，规片山坡顶拢是黑色加白色的山羊、绵羊，大只羊的喙拢一直播，因伫咧食草。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I've put animals on a ski slope before. Using animals for vegetation management it's great for the environment.
哇，加拿大边境的美国杰伊峰是佛蒙特州东北部有名的出世度假的所在。每年冬天出世季进前，就要把出世场的草啊挽掉，才有法度营运。今年为了要减少碳排量，业者是牵几落10只羊，甲因放在这个差不多10公顷的山坡地，互因踮喺遮食草食5礼拜，代替进前食油的割草机。所以这款羊，互人叫做免插电的割草机。Every year we have to come through and cut all of our ski trails, all of our cross-country trails, all of our glades down to about grade in order for, the snow that we get in the early winter to be skiable. They're great employees. They take a lot of lunch breaks, but that's kind of the idea. 惊讲羊会走无去，制作羊的牧场业者，抑个伫咧羊的颔管啊，装会当发出警示声的机器。若是挖掘任务边的时阵，也会发出淡薄的电击，防止这款羊走出去。这款机器也会当侦测羊的活动情形，也个定位，了解羊的健康情形。虽然羊食草的速度比机器较慢，不过因一直食，也已经完成部分区域的割草任务。We had them at a retirement community for a few weeks, just controlling invasive species. Poison ivy is another thing they're really good at. These guys have been busy all summer long. We've done quite a few backyards. 其实美国的新罕布夏州伫咧25年前，就一间电力公司发现1000只羊食电线下骹的草。2019年，乔治亚大学也办引进山羊，处理潜舰校园的日迁食物。田纳西州的城市纳许维尔也伫2017年做一支绵羊小队，替市区公园部门服务。度假村的营运总监史坦格讲，请这款羊的费用。甲用除草机差不多，不过会当减少碳排量，抑个水土的流失，增加土地调水能力。游客甲员工拢真喜喜，以后打算用更加侪羊，互因变做度假村的一种特色。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辑。下晡晡的天气，做伙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25度到31度。中部地区是25度到32度，南部地区27度到33度，东部地区是24度到30度，ยิ่那外岛地区22度到29度。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下礼拜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